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反映情况复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政府为到要加强我哋人强人的一个竞争力吼，嗰是希望喺2030年的时间可以推动我哋呢双语的一个教学，但是也双语地步又包括到我哋自家的母语嘛。嗰是也比如针对有问题咯，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咯，喺呢啲幼儿园都推动我哋呢客化同河洛化。一兩個化為一啲沉浸式教學嘅幼兒園嘅園長邱文時邱園長來到我哋現場，我要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講，佢當初當我睇我哋嘅幼兒園都推動我哋嘅沉浸式教學，但同時一定遇到某個問題，我哋馬上翻去今日來賓，我哋邱園長來到現場，邱園長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市嘅福智幼稚園嘅邱文時。非常園長，因為其實有請園長嗬，有請係幾多擺啦，因為我哋咧學生幼兒園嗬，睇我哋咧屏東市嘅沉浸式教學嘅嘅成績一定好。嗰種每擺我哋主持嘅頒獎節目嘅時陣，我諗我見很多學生幼兒園咧啲聲音咧嘅得獎咯，唔管係聲音咧啦，現場全部都得獎。嗰種我講，有個幼兒園啊，一天都有請到嚟上節目。但是在上節目以前嗬，相信講其實做沉浸式教學嗬，屏東縣算是我哋全省做最好，做鬼做嘅啦嚇。但是嗰種可能有啲位人哋觀眾朋友唔點乜嘢叫沉浸式教學，好，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他要先講一下講乜嘢叫沉浸式教學？好啊，沉浸式教學其實我哋做嘅時候嗬，冇呀沉浸式教學嘅一隻名稱啦嚇。唔過呢，因為我哋希望都係講留個呀行業啊，變個設法地位，故所以我哋都。慢慢的哈，都參加呀，省發課語學校哈，慢慢的都有沉浸式的教學、課語教學哈呢。故所以其實沉浸式的課語教學其實都係留，你合法變你嘅省發地位哈呢，省發攏會講合法。我想問一下哦，園長這個係哪邊的行業？哦，我本身是從資人，係，不過我阿婆其實沒有咧上班。喺呢上班係錯，故所以咧，我客化要北部嘅鹽到地區，青島人都講，唔客化都是乜嘅鹽啦，嗬，講喺都北部喺南部都留橋下嘅啊，故所以唔係講清標準啦，嗬，唔過咧我都願意嚟學習啊，係。都對我嚟講，南北強啦。係。但是其實唔是講喺即個講喺強喺那邊嘅強啊，其實這個因為係這個係行業，因為對客家文化有一啲傳承那個使命嘅時間，其實都可以知道嚟做一件事情。但是問題係將頭嚴重嘛，有講到一件事情啊，唔等咪一開始就開始做沉浸式教學嘛，因為其實一件事情對高中對我哋咧學校嚟講，或者對我哋咧師生嚟講嘅話，其實冇咁簡單嘅事情。尤其係對我哋嘅我哋講我哋咧成人嚟講嘅話，從我哋幼稚園地步呀，有一度嘅行業。哦，我哋小朋友其實嗬，我哋全部嘅小朋友有差唔多150位成人嘅嗬。其實講有行業嗬，應該是有差唔多70-80位有喎。差唔多有佔一半。係一半咯。唔過咯，會講嘅人嗬，可能冇超過20位成人嘅，佢都得講客話呀嗬，因為家庭都冇講啊。係，我都感覺講。按多些年咧，唔要講客話，現在是挺可惜啦。所以古時我哋先生都有咧，面到講一天愛留一客話來傳下去呀。大家人咧是唔是啊？其實也要前期睇更加嘅現代地步，係一啲我能講歸從現嘅一啲歸從會見到嘅一啲問題啦。係。因為有啲問題個嚴重，講我哋咧爸爸媽媽唔可以同而家細人嚟講客話。係。一方面係因為爸爸媽媽也推。客話嘛講，我唔會講鬼號。係，都平常時冇講啊。平常時冇講，係。嗰時第二如果姨媽即刻講，我唔會講鬼號，嗰時媽唔可能會同細人嚟講。天然如果有第位爸爸媽媽因為講啊，嗰種講法語，他講嘢個通俗後嚟使用，嗰時等於如果同細人嚟講法時，你用法語個簡單，因為天時就用法語，嗰時錄下時就講法語。但係問題係講，可能有70人嘅係行業嘅家庭，但是真實來學校會講客話係冇多意思嘅，佢能用嚟推動行業嘅沉浸式教學嘛？
都为人欣赏开始啊哈，当然有认同啊哈，认同讲，还根本讲客话是传人的行业精神和文化嘛哈，唔啱冇讲，乜嗰东西都冇嘅哈，欣赏有安尼观念以后呢，唔都我讲，唔读到新人都讲客话。新人看到人都讲客话，我唔错，其实真的是按呢我先了欣赏，好，对个欣赏这个啊有一啲觉悟啦，好，你提讲。其实今日做一啲幼儿的欣赏，唔係講咱把生嘢涂喺快快樂樂啦，好安全。其實今日說幼兒的欣賞嘛，有啲關於創業嘅文化嘅使命，都等於講，其實係啲文化嘅算是語言地位最重要嘅一體團。係，哦。生意呢，其實你真的學識東西佢講，好似有啲喺外邊，喺外國睇生意呢，哦，伊啲學教時你看談德語啊，談英語啊，吼，談嘅法語啊，但是古時時你講法語，係，此樣語言生意呢，兩個法如何講？係啊係。嗰時等於講喺幼兒園嘅時節，你表現到生意呢，你開始談開客話、普通話，哦，再加上平常我用嘅法語，好，以此樣你接觸到誒。一講冇傾啊，雖然講人哋講冇傾樣嘅話，但是對人嚟講，如果次人嚟到看到現場都講客話，係啊，每一個人都講法語，我講每係好容易，你爸爸媽媽阿爸都講好咯，係。但是問題係講對他人嚟講話，尤其係對現場嚟講，現場全部係客人嚇。冇，我哋客人差唔多佔較多一些些係，啊其他是好容易。唔過人哋學教嘅好多現場嚇，當然人都考過客語嘅初級認證。因為既然市場香港人參加人哋發通啊，譬如果客家英文競賽啊，人哋咧好多老師嚇一道道具攏叫人做嘅呢，嚇都有五個工作，有五個工作，五個工作都係五個講法嚇，啊五個工作都人哋聽明講，哦呀，人哋表演呀客家用嘅表演嚇，當然講下，咁所以呢，佢哋乜先支持人哋來傳呀客話嚇，咁所以到那邊。要推動一講學路嘅時候，人哋要開始，其實都講，看到佢講學路，看到人哋行業老師都講行業，安尼係。嗰時等於講，雖然講唔係行業，好，但是伊哋嘛認同，也係我哋講關於創業嘅語文嘅傳承咧，伊啲使命個。嗰時都變成講唔錯，冇講，伊我哋個變成我哋啲行業曾經是搞好嘅時間，好，你都講客話，但是我哋都從天數做教具，好，但是伊哋嘛考上嘅，我哋技術認證，也真是冇簡單。真是冇簡單，佢冇一分心考唔到。係，主要是心啦。我是感覺講，都一個團體嘅地位嗬，大家人有也心，其實大家目標攏共樣啦。而老人哋也好嘅也語言，還有也文化傳下去啊。大家有心，向下做事情，都感到真神奇，都唔係講分工，行業攏係好老熱嚟啊。冇錯，因為其實更加好對我哋來講嘅話，其實係讓我啲白人語言保留下去。其實係個重要嘅，唔係個言語唔係客，唔好講客話唔到客語，其實他嘅語係台灣語。哦，嗰時只係講我哋希望講喺台灣我哋可以流傳開嚟嘅普羅話啦、原住民話啦，我哋啲客話可以一套一套係是保留下去。但係從頭唔係要講到，後來其實唔單止係客語嘅，曾經是搞好嘅啲幼兒嘛嚇。同時嘛，普羅話曾經是搞好的幼兒，嗰時嘅時節，等於用普羅話嘅時節，我哋客語，我講客嘅時陣嘛，天數去搞普羅，咁呢對新人嚟講嘅話，一定會搞唔清楚講乜嘢客話，乜嘢普羅話嘛。其實唔會咧，因為唔會，真實唔會，因為佢會講啊。其實譬如講呀，唱歌嘅啊，唱歌要學落嘅嘛嚇，要客話。其實佢啷啲咧，我見人都真神奇，又佢哋會彈，來到日本嘅時候，佢客家現場都每日細朋友，你都做乜嘅啊嚇？佢人都會講哦，有時佢人會用學落，那唔講啊嗬，乜真神奇啊係，人哋現場會嚟講，呀客話我用嚟講，係，佢哋乜聽人都客話安尼。其實嗬。我哋萬歲時，我都記得我哋萬歲朋友嚇，幼稚園嘅朋友，有啲係原住民啊。你爸爸係外省人，媽媽係原住民。啊，來到我哋客莊咩？嚇，啊，新人從事講客話，嚇，嗰時慢慢嚟新人會講客話嘅。係啊。然後上課要講華語，好唔好？有一輩媽媽嚟接，然後一路同人哋講老師再見，你同人哋講啊，快攰咗嗬，看到人未？你講原住民話咩？啊，其實講純時上講華語講老師再見，同人哋講哦，我攰咗嗬。然後可能話咩嘅時候，你講原住民話，然後你慢慢再見，我都發現到講誒，其實新嘢嚟講話，唔想
可能啊，太嚴哦，因為我學你愛的法，嗰種不語性難。所以你哋教嘅時節，用教嘅方法，過一次人都把方言、客方言、普語話全部練習咗過一次。但是從我哋一啲教育嘅過程裏邊啊，唔得按用嘅次聽用嘅一啲方法，用聲音嚟一步一步去接觸到我哋嘅客法。係，我哋先為佢嘅神法咧行義開始，嚇，有我嚟講神法咧，時常一講嘅，攏用客話講嘅那面咧，一般有先生有咧觀念咧講，根本就要提升人聲人講客話嗰種嘅程度啊，嗬，唔多人哋課程地步，唔多慢慢嚟攏，留唔嘅課程攏講客話。馬講到神法到客法都開始，你講馬講到神法地步用嘅東西用客話講啊，像食飯啊，嗬，基本食飯地步有乜嘅，有嗰種嘅有菜有豬肉，嚇。啊，基本食乜嘅飯，啊，基本地步有嗰種嘅紅蘿蔔，嚇，有乜嘅一道師傅嘅東西，攏個都人哋喊人哋當然食嘅東西當然攏會食嘛，嚇，不所以食嘅東西慢慢嘅會變，攏用客話講。變成講，而唔係變成一定係課堂點樣講？係紅蘿蔔咯，係乜嘅東西？今日係就愛食當豬嘅，他講嘢愛想食當豬嘅，都同聲音講啊，今日係食咧當豬，地方都有紅蘿蔔咯，啊，伊都見食紅蘿蔔，都講啊，嘢都係紅蘿蔔。係啊。其實都對，冇錯都對講啊！就問些時，爸爸媽媽同人講話，而我冇同講啊，煩言唔煩言嘅，咁唔係乜妒忌嘛，唔好妒忌都係那妒忌話得聽一話嘛。好，你用我哋神法地步，我用到我日常嘅煩言，慢慢地把我哋我哋講客話為支持，我哋嘅支持，慢慢地俾我哋過，因為自然而然都接觸到我哋客話。嗰種成績是教學一部分，其實係希望把從我哋以前嘅知識化而啲教學嘅內容變成神法地步去學習。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講電台故事咯，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市，同時亦係我哋呢客話同河洛話沉浸式教學嘅幼兒園呢園長，邱文成園長來到嘅現場，同人講當初伊做乜去推動我哋呢沉浸式教學，因為上個節目地方後，都已經有講到講，你睇幼兒園係用嚟去推動沉浸式教學嘛，它是攰到最開始嘅時間。唔幾時其實能推動也俾我哋講客語教學啦，後波能有從我哋而家講嘅沉浸式教學，其實前年係可以有16年嘅。一開始我想要去喺幼兒園推動客話，因為我哋發現人聲音攏唔曉講啊，嚇，那幾時有政府嘅官員嘛，人講幾年把上去推，安尼啊，嚇，所以嗰時候我哋都喊老師嚟討論講，你來推啊客話。本嚟聲音攏曉講客話嘛，其實先生嘛真歡喜啦。伊講好啊，你都來推，所以我哋咧，所以我哋咧先生當然有心誒，我哋都決定來嗬，我來也推啊客話。但是我哋把時間綁到16年前，嗬，那16年前嗰時其實對而家我哋講嘅鄉土教育一件事情嘅概念，其實還冇按成熟，嗬，嘛嗰度認為因為講學幾嘛學方言都好呀，中文話學其實話有人講係方言，嚇，因為而家唔講係河洛話、無論我哋咧客話就變成人哋國家語言啦嘛。其實早期嘛，會有人因為講我哋咧客話啦、河洛話係方言，咁幾時先等佢幼兒園推動客話依啲教育嘅時間，有家長會反對。開始呢，我哋要推啊沉浸式客家話嘅時候，我哋都先生都有決定咪嚇，都開始講嘅嘛嚇。啊！人哋都面到講，你等於攞嚟講一本聲音嚟嚇，佢要反應嘅時候嚇，家長點樣問？你要教客話嚟嚇？啊！家長在講說，嘿哦，我哋最近咧攏開始要講客話，我哋乜想緊希望講嘅家長嘅
深度咧上嘛嘅咩嘛嘅嘛吼，因俺就来讲吼，一客家去传哦吼，冇传生意都不晓讲嘅咧，都可以是嘅咧。可是那可是有些先斩后奏的，但是这个唔讲讲。啊！你講下翻我哋冇我哋，我哋呢聲音嘅好反應，啊，喺邊我哋唔會有拖嘅，唔知個唔當時唔會有人擔心嚇。其實我唔會講咧，因為嚇我攏留嘢東西，比如考場地方啊嚇，我哋有講故事啊嚇，有做戲啊，本身也看嚇，啊搞到都咁多人真神奇吼，啊你哋老師做嘅啲戲吼，有地方有客家呢，啊戲地方咩關係啊？嚇，咁所以開始嘅時候，其實冇講真講哦。全部來講下，因為家中唔一下老家中講，我哋講客家嘅地方有好多人咧。嗰時人天然做嘅時候啊，有個阿婆啊，可能人都嗰種嘅比較典禮咧表演啊，嗱我講河樂啦，我講咪愛做一個河樂啊，嗱我客話呢，安尼啊，嗰時人哋面到啊，唔錯呢，唔得講嘅行業都攏推廣客家哦，我媽來推起嚟河樂話安尼。其實我哋咧有演那個。辦好一次，辦好個有名哈，嗰時其實算是一個，他跟人個認同嘅一個友誼啊哈。嗰時其實從一部分嘅方面就冇發現到講，因為其實佢做起嘅時候哈，冇按到教材啊。係。好，因為今日來講嘅話，其實教材嗰度，好有嗰種教育部辦嘅啦，校委會辦嘅啦，哈，作為啲管辦嘅啦，尤其係我哋屏東縣政府其實嘛，個用心擺喺嗰度嘅，但係做起冇教材嘅時候。唔得用嚟去尋教材。因為俺老師吼，佢有基本嘅幼稚園嘅能力嘛吼，嗰時佢哋提供，俺要用身邊用看得到嘅東西，身邊用得到嘅東西啊，有書啦，個書是乜嘅東西，俺啲書都變成用客家講，吼，啊俺哋就譬如講，俺哋有一些桌遊啦，吼，種嘢種桌遊，你都去講一面，俺哋平常都有在教大富翁啊。啊，都老大部分變客家呀，吼，啊，種人哋一到教材教具都喺線上，幾個講五法，嚇五花嘛，嚇，啊表演啊，佢都一面咯，眼用嘅老呀，客家也山嘅做啲，我都用嚟做變成人佢看得到，啊，我見啲啊做乜嘅啊，啊，所以嚟做出本身嘢看。所以人哋老師都給他們一請啊，生發地方嘅東西啦，都看得到嘅東西拿出來變成生要教嘅東西啊咧。你譬如講也俾山嚟講啊，其實我哋從老講我哋客家嘅舊巷啦，嗬，巷嘅地方嗬，某個法，一般都可能都用講的冇得講本跟我哋嘅生意嚟看相片，但是有時看相片根本搞唔清楚都係啥樣。係啊。好，嗰陣佢從來都等於都幫我哋像全部都疊上面去，但是問題係佢特別嚟講，一疊要我哋檳榔山。係啊。你哋也要把另外一種文化嘅一種特色，好加上我哋愛搞嘅我哋客家五常啦，無客家嘅一種舊常，讓你加上去。咁我哋現場，我哋基本上成擺咯。譬如我哋現場擺喺度東西，有起碼嘅課程地位嘅教材。哦係，我哋要講嗰啲故事，都講怎麼教。怎麼教？帶埋個東西可以。對，啊，怎麼教？啊，噴作啊，噴作，嚟唱呀摸嘢啊，嚇，古來有食飯啦，嚇，啊都噴作煮物嘅咯，嚇，啊人都老人咧客家料理啊，都嚟做出來咧，啊線上都開始通路見了，啊客家料理到底愛用嚟做咯，嚇，見到開始嚇，要通路見到做一條東西出來啊。嗰時我哋做到要煮卡啦，係用我哋咧嘅鹽酸絲係咪？還是薑絲炒煮蟲？係薑絲炒煮蟲，還有嗰種嘅客家小炒，啊鳳肉，係咪？客家炒肉。係。第二嗰個，譬如講，一部分聽到我哋嘅教材地位。帶入來天地都運客家文化，學專門教，學回娘家，學用嚟講，學專門教，然後過年啦，過年啦就專門教，學用嚟講回娘家。啊，也會專門教有乜嘅風俗咯？譬如講專門教亦係碌卡，學每個一天準備幾澎湃，已經四浪嘅古來馬上話學，咁一個後天用嚟準備幾澎湃，地方有乜嘅東西？我哋話客家嘅一啲西門西炒嘅東西，那西門西炒等於講睇看入嘅一啲過程地方，把我哋客家嘅唔管只係我哋平常嘅一啲風家嘅一啲文化，我哋飲食嘅文化。都全部帶入來。係啊。好，貴次人講，老師又喺麥嘅係薑絲炒太重啊，又喺我哋煮卡鉗啊，係啊。咁從一種教材嘅一個運用來講嘅話，對先生來講，而係咪同時嘛，可以學習
马干的客家文化，马干的客家饮食。係，像人唔用一法，千多年講嘅法攏冇咁用咧，冇可能係。其實冇啲固定版本咯。咁啊，一家都講有五種，也講有，到底是那五種係五法？那麼人哋都講到專家都難講，你冇看中嘅呀，附近咧拿到五種法都到的，都到的咧，所以都如果人新房都寫下來講，哦，原來都係五個木卡附近咧五法都係五個鄉法都好得咧，安尼係。可是像樣嘅地如果應該唔單止幫我哋文化教育去嘅，啊，同時幫我哋呢一般客人呢身邊嘅食物，好嘛，依啲嘅教育去，同時係用客話來講，咁像我哋話，新人嘅反應係用嘅。新人嚟啊，真係真神奇，因為人哋我做秘書呢，我選做秘書啦。你話做秘書？係啊，平常唔咩啊嚟聽咯。新人哋學習都係講用佢嘅五感嘛，哈，五官嘛，哈，五官然後是叫顯示啦，是嚟叫提供佢什麼嘅東西，哈。啊，老師還有抄背看，像人學教都有嗰種嘅組頭，人哋要寫組頭咧，學教要寫組頭，然後做翻背看，做翻唔係用天幕嘅做天咯，嚇都係用組頭做。等一下。你係教嘅還是真實的呀？真實的。對啊，咁唔得，又話寫主創，然後呢抄。總秘書啦，總我比片啊，唔講，唔係講大家。香辣辣，呢個酸酸的。係，哎呀都表人哋過年都有判作嘛，嚇，過年判作嘅時候，人哋都會表出來。哦，有乜嘅菜，有乜嘅菜，客家哦，乜嘅菜，表出來都俾人講，唔講日都係平常有客家嘅菜哦，有特色文化嘅東西啊，安尼。等下，過年有判作。係啊，人有判作，人哋一判差唔多已經是種作，用都唱人攞杯都唱人客咁樣。用連作嘅來判作。這個講一般，你這個差唔多8公年咧，10年咧，總話判到20種種。因為20種種會有200年。係，有時家中我入來啊，線上我入去啊。很多人生嘅。對，是啊，所以一做都410年嚟嘛，哈，唔多判到20種種嘅，真神奇啊！20種種其實冇簡單咧。係啊。真是對啲幼兒園來講話，應該講，其實我相信對嗰度學校來講嘅話。教學都教學啊，一件事情係算是一啲能講假嘢嘅講咧。係啊。做乜嘅做多人咯？因為人啊，一般家長乜溝通啦。其實人哋一般家長講，人教細人唔係最講聽。我比如神法嘅體驗啦，神法體驗真重要。我又比如神法體驗，佢都記定佢嘅方。唔用再嚟講一客翻用嘅嗬，佢記唔好啦，佢冇按到嘅印象。咁所以人哋要變咗咩細人都聽會明咯，多個人都講，你乜嘅時候判作啊？過嚟試咯，會咧。就是一天應該講，其實人家因為個幼兒園嘅教育都真係都乖乖哈，他要唱歌跳舞是點子，都變好嘅。但是冇想到講。我能跟我見到，我能佢發現個玩得這麼大，教我安排，因為其實一件事情對人對幼兒園本身來講係一啲簡約嘅工作。其實藝術嚟變成我哋平常時愛做嘅事情，平常時愛做嘅事情，然後變成一啲最慢、一啲最態、一啲適合用聲音，唔單止食得到真實的客家嘅一啲料理，同時嘛提供，因為以前老師有講過喎，你係買個東西哦，你係買個菜哦，一時放落去安尼。係啊。其實佢當下聲音一定會記得啦。錯啊！啊對佢嘅印象點樣？可能你過年同埋當年團圓飯嘛哈，團圓飯是乜嘅呀哈？變成甘肅呀，因為一種小康家庭啊，我看冇幾多生意，我哋做真神奇啊，對生意嚟講真神奇。其實而家幾多年人生是可能火鍋是啦，如隨意料嘅哈。其實冇像以前人太家庭嘅時間啊，買個菜都要，然後也冇限幾冇限。其實而家人咧個人個簡單，但是冇想到聽下幼兒園裏邊可以乜看到以前個人嘅情形。觀眾朋友，其實對幾多人來講啊，把幾多萬些情形都更加已經看唔到，冇想到更加嘅幼兒園裏邊，呢度一傳承我哋客話，把以前我哋食嘅客家料理，甚至我哋人生食嘅團圓飯，重新幫我哋嘅細人呢去學習去觀察。休息下喎，等下我哋為嗰度個精彩故事。
放眼过来，福起来耶！上一节目来自我们的屏东，同时推行客家话、屯河洛话，曾经是教学幼儿园的园长、邱园长的那现场，同我们分享讲，其实这一人做我们的客语曾经是教学的过程。那一部分我想请问一下园长，因为常常尤其讲到一件事情，你讲我哋咧家長看到人做戲地步，都問講啊，做乜唔講好咯？喏，做乜講客話咯？嗰時我哋提供後來嘛要推動嘅好羅化整件事搞好，但是我哋想講，係咪因為人以講之前人已經都有做過行業搞好，最尾變成整件事搞好時間，其實推動好羅化整件事搞好時間，係咪相對方嚟講簡單？係，較簡單，係差唔多。人講人哋啊，客話已經推16年啦，嚇。甚至是好羅化呢，佢推動第5年、第6年，不過其實咧進步真強，2批嘅進步哦，真強，因為人哋先生攏提講，啱樣嘅都得推也好羅化，都得比本身人嘅甘肅多啊，所以就真強都推動好落去。對，如果以前有一啲推動客家話嘅基礎，好唔單止講啲按樣去教，好平常日常生活按樣去用，同時教材按樣去變，伊嘛有一啲經驗嘅。係啊。嗰時變成講真係轉變到個我哋咧好羅化嘅曾經是搞好事，一路真的是過夾嘅。係啊，實在是好羅化嚇帶動也知道語言嘅學習啦。真感謝啦，係真感謝。但是你想看到，像頭東人哋而家家長我講，啊，做乜唔學好羅化學客話，啊，今日兩個留學嘅哦。係啊。好，咁見個貴多我哋咧家長，咁家長對於幼兒園推動我哋咧客話同我哋好羅化嘅曾經是搞好時間，一定有乜嘅進步？我都一定有乜嘅學習？有啊，像有見到嗰種嘅公阿婆啊，嚇，佢攏講國語，佢看到所有都講國語啊。你要吃什麼？對，好講客話啊！如果佢是做的啊，你講客話，嗰時人哋攏互相來提醒啊，提醒講講客話哦。自然阿公阿婆都會開始講，係因為以前佢關係嘅嘛，新人攏講國語，佢都會佢咁多眼喊新人嘅講法，我講國語啊。唔過人推動也好羅化，還有個客話以後呢，要對阿公阿婆啲哦，佢講佢啲啊，講呀。學嘅客話哦，對以後嚟學英文啊，真有幫助。係，其實都開始，你好啊，多學嘅咧語言真好啊，你開始會重視一門語，開始傳承啊，幼兒園推動我哋咧客語無論好羅化，成日都搞好咯，已經嘛有數到我哋咧家長嘅一啲認同啊，咁因為講我哋即政府喺2030年希望可以推動我哋雙語嘅一啲政策。也不真正對園長來講，你即個有乜嘅想法？其實我會老家長講嗬，也母語都係為細人嘅都慢慢都市地方都談到嘅話，其實談到嘅話地方佢都有談到佢要學清潔啊，當然有老也必保留下來，比如為代啲語言，其實都係對以後佢學英文嚟講是真有幫助嘅啊，因為你看客話和嗰種嘅好羅化，佢發言嘅部位攏冇同樣，唔係咩講唔得講法嗰種嘅，你講技巧嚇，攏真會嘅嘛。你學英文嘅時候，其實佢會感到學英文乜自然嘅學學嚟，唔係講上課，唔係講人哋背單詞啊，嚇，我人哋學客話冇背單詞啊，是自然嘅一講一道，一講一道。其實人哋要鼓勵家長咧，係人學英文咪係按嚟學啦，係。一部分真係是冇咁做，因為其實從頭到尾人哋園長有講到講，唔關係我哋好多嘅發言，我哋嘅客話設言，係同時我哋咧，如果到發言嘅方法係冇同樣嘅，因為學個一道一準嘅發言，因為其實嗰種人學我哋嘅發言嘅寫言，同時又要意識到個我哋講注音符號嗰種發言嘅方法。其實你配啲語言嘅時候，你會發現奇怪，怎麼遇到言嗰種內容都多，但是有啲言可能喺好羅化地步係有嘅，冇都可能喺客話地步係有嘅。嗰時第二個唔幾時時你發現到講原來你學嘅客話，嗰個好羅化，佢發言嘅方法嘅時間，其實唔關於學日本話、韓國話，甚至我哋咧英文啊、德文啊，你發現遇到言。他個人係個權，但係如果凡係是學過一道東西，但係個次元語言你學過一道東西是
海白台的嗰種範圍的使用，可能很影響到。錯啊，係啊，係啊。雖然咧，我其實像法律福語人呐，根本像 NS 推講福語文就硬要講哦，錯啊，考試嘅有個考嘅模式哦，唔曉講哦嗬，對藝術嘅壓力咯。唔過本身嘅做生意開始學，其實福語人是真快樂嘅事情。佢未來福語人其實基本上係按哪方法去學㗎啦？嗰種我哋喺日常地位，示範的時節，無路教嘅時節，等如講用一種東西客翻讓我講，吃的東西客翻讓我講，自然而然而連空來係個快樂嘅感覺。係。嗰種嘅語言，能真實會留喺聲音嘅時候。唔係連接喺個考試，考唔好俾人罵。係啊。嗰時人哋聲音嚟講，人哋參加下表演嗬，人貴學教攏有從嚟嘅歌嘅啊。一表演嘅歌係有啲演講嘅地步嘅詞用真難，即平常真少講咧，人都唔曉講哦。唔過見人哋比賽睇，人哋全教嘅聲音都有。開嗰種嘅朗讀啊，你話嘅語文競賽攏有嗰種嘅口說嘛哈，規篇那音鏘鏘，可是那是讓人意外的收穫啦，係啦。你真係發現聲音嘅學習嘅能力真係是無窮嘅。我哋提講其實我哋幼兒園唔單止講，其實睇我哋幼兒園裏邊有教學嘛哈，同時嘛我睇圖書館去分享即個伊啲教學嘅內容，佢啲內容嘅呈現同我哋廣東朋友講。好，因為人哋咧欣賞啊，哈，就會講故事，哈，講行業嘅故事，講有好多故事哈。那因為人平常現在圖書館哈，都各鄉鎮咧圖書館哈，攏會推廣要親子閱讀。人哋老師哦，都有一個機會哈，都本人派都當然人冇嗌講，人老師都等本人去，好去讓人教人嘛，講好啊，真好啊，都去分享文讀噶。人先生都會到家棟啦，哈，家棟都乜有行業啦，哈，到家棟去講。客家嘅故事，好，到圖書館去推廣，親子來講，用客家講故事，係咪？像你幼兒園啊，其實喺屏東縣吼，唔單止喺我哋咧學業教育啦，無論學業沉浸式教育地方，其實係推動嘅最早，好嘛係最久嘅嘅幼兒園。但像有啲我見到嗱，我家業嘅幼兒園嚟講嘅話，一定會去問嚟講，讓我去推動我，讓我去同家長去做溝通，安尼會有安尼情形。有係，所以人哋學教嘅先生啊，嚇，人哋攏我去有時候去北部，有時候去中部去分享。有人哋學教要開放本人來參觀，參觀講人哋咧演員是用來推動嘅，係咪？係，因為其實真係喺教育地方學，可以慢慢地變成一種沉浸式嘅教學來講嘅話，其實會比以前整期100安尼課程，其實上海嘅聲音嘛見唔到嘅，係，然後真係會感覺到個聲音來講有學習到幾多，但是相信看下今年嘅節目相信會有幾多觀眾朋友希望講，安尼樣人來沉浸式教學，可以喺日常嘅時候都可以俾我哋嘅聲音咧開始慢慢地學習我哋客家話，嗰種講。我哋今日嘅節目，我哋咧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伊想要睇錄下地方，你開始睇錄下地方做我哋咧沉浸式嘅學法嘅練習嘅話，你這個有乜嘅建議？我都會鼓勵啊，家庭咧嗰種嘅爸爸媽媽，阿冇都阿公阿婆不能唔都就講客話嘅，唔都會講，唔好講，雖然講華語啊，唔都聽得佢講，唔都講，其實佢攏糖油，其實糖唔拉佢反應，糖唔拉佢反應唔出來，咁所以人哋講比糖啊，比如糖關係誒，佢都會反應，咱對方都開始誒。一件事情我感覺到幾神奇呢，因為我常常講糖唔食啦，但是其實唔係糖唔食，唔係糖唔食，佢糖唔拉，是糖唔拉。好，只是講伊可能糖食的，好，但是也要進步到講出來一件事情。一般冇次次冇得講，一般慢慢講，到底佢話一樣講，唔都是見講到後人來安尼講，而係咪都用客話來回應？係咁嘅意思嘛？係啊，嗰時候你等於講，其實像頭先我哋人同講，我哋過去從來講，我哋從頭講，我哋同我哋聲音嚟講客話，又唔會回應啊，而唔係糖唔食，而係糖唔拉。嗰時候等於講，你見講到伊，其實伊糖食的哦。伊嘛學冇嘢，伊嘛學準嘅，伊如果同講，係，
好，可是等于你讲，其实迄一个无，我哋讲，强下学习的一个机会啦。咁其實行到嘢來講嘅話，其實我哋節目嘅最賣嘅嚇，我哋嘛提講講，你哋有言聽我哋咧客家啦、河洛話地方嘅成績是較好，已經嘛有按到嘅一個成績啦。啊，到未來喏，未來有乜個打算？我哋幼稚園啦，其實我哋先生可以先進步啦，像我哋愛上課嚇，又上我哋考中國級，然後我哋自己英語變得要較正確。有乜幫助我哋要提升自己嘅發音嚇，還有我哋看書啊，學語有學語嘅詩，學語要到寫真好嘅書，我哋要嚟用呀看一條書，慢慢地變人哋自己嚟寫文章寫乜嘅，學語嘅我都用學語嚟寫出來安尼。等於你聽到我哋客家認真的一個腳譜啦，哈，客家認真的初期裡邊，你真的是教認識我哋客家的部分的用語啦，比如書腳啦、詩文用語。但是中國級的時候，真係冇用用，你點用嘅客家詩，好用嘅寫出的客家文章，用嘅一看到一個圖片的時間，可以用歸流的客家講出來。最尾聽我哋國級的時間，能用嘅寫出一個真實。歸標準、歸講嘅大家運動，而家做幼兒園嘅先生冇簡單嘅，冇簡單，係進步啊，弄得進步啊，係啊。觀眾朋友看完你們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嘅幼兒園嘅一個教育同我哋想嘅完全冇同喎。唔係講把今日把聲音呢送過去我哋幼兒園裡邊，如果教我們唱歌啦、跳舞啦、食點心都過去嘅。其實今日幼兒園嘅先生真是冇簡單，唔單止教育河洛話，教育客話，同時我哋一長時間表藝嘅聲音呢，可以自然而然嘅學習，也對我哋歸珍貴，希望要留下來一啲我哋客話，無論河洛話。今日咁長啊，就係人同人都享受到分享安頓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